好，来乡亲啊，咱继续来收看华视在地新闻。离明年的总统大选剩81天，蔡总统一礼拜来到彰化辅选2届，积极要来抢彰化地区的选票。早起，伊甲立委的参选人到田中、到园林、到大村3间的宫庙来拜拜。总统讲，台湾的经济稳定成长，今年5月过来减税，彰化出产的芭乐都要出口到美国，这拢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。蔡文总统透早就到彰化田中为立委候选人陈淑娟辅选，积极抢攻彰化地区的选票。台湾的经济还是稳稳的成长哦。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是经济成长4小龙第1名。总统强调讲，台湾顶半年经济成长是亚洲4首量的头1名。今年5月份佫大规模减税，这拢是大家共同拍拼的成果。咱甲日本是亚洲2个无非洲地这国家，彰化芭乐嘛要外销到美国啊，证明台湾的农产竞争力一直在进步。每一个政府、每一个总统，拢想要解决一个代志，拢无解决。蔡英文做总统，咱解决啊。即马台湾无靠天意呢。明年咱就会使出口咱的猪肉，大家讲好啊无啊？总统伫一礼拜内2摆到彰化辅选，甚至伫今仔这几天拢伫中部地区，因为中部哪力支持的比例较接近，另外积极的布局，就是要赢2020的选战。